这个年龄的分布，也是讲咱台湾的这个人民吼，这个年纪的分布。照讲吼，咱的这个壮世代爱上济人的吼，因为到这婴儿潮的时代吼，大家拢是壮世代吼，所以咱真多谢因牧区用诗歌来带咱敬拜上帝。等下第2场伊若要献诗，咱真期待讲这个牧区吼，安尼人愈多啦吼，因为这照人口的比率嘛吼，嘛讲后摆才坐袂落吼，比上年较济安尼吼。咱搁一遍甲伊拍拍鼓励，多谢。咱要三甲来分享主的话，咱大声先来做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你的听无限的恩典。时间真紧，阮今咧迎接新年，用搁到伫一年的落尾，2004年紧紧就要过。主啊，回顾过去的一年，上帝你安怎听阮，安怎怜悯甲保守阮？我若要同款，搁一遍通过你的话来得到鼓励甲祝福。我要迎接新的一年，有缘会当领受这个对年头到年尾，这个恩典甲祝福，互阮牵条伊，掠到祝福的根源，掠到祝福的开力。伫你面前，愿你的话成就阮的帮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的中文的圣经讲是岁首到年终啦，台语是讲年头到年尾吼。咱新法律的圣经佮讲一句什么呢？规年通天，捌讲过吼，规年通天表示什么？是拢无中断的，是一个延续的。咱今仔日伫2004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会记得吼。迄阵我还搁伫咱富强教会阵，咱拄仔咧迎接叫做千禧年，有印象无？2000年有无？迄阵有足大的一个一个时节，因为千年是足咱伫学伫拄着，咱伫迎接2000年，无拍算讲目睭一个年，搁过1/4的世纪啊，咱伫要迎接。25年已经过25年去啊！少年人变中年中年人变老大人囡仔变少年家一款的年纪中间，那有人经历了风声，经历了真多上帝听恩典，但是嘛有人人生坎坎坷坷，起起落落这个年日是真公平，也无较开台你，嘛无较优待我，是你的时间安怎经历了上帝的恩典甲听，这就是咱伫这个公平的内底，咱要安怎起调对年头到年尾的恩典。我要通过今仔日的经文，甲咱三甲来学习吼。头一段经文是上帝来应允伫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话内容充满着。真侪丰盛的应允，这是应允。第2段是一个长老写批予一个叫做该犹的兄弟，该祝福3项祝福。咱嘛会使讲3拍子的祝福，嘛是讲3重的祝福咱要通过这2段经文来领受讲上帝应允之地的福气。大家拢爱，但是安怎得到？安怎持守？安怎坚固？迄个长老安怎来祝福该犹的祝福，也要临到伫咱。这是基督徒一个真重要一个关键。偏偏基督徒，是咱会领受祝福，伊拄袂着，这拢是咱一个。信仰的一个学习，当咱提升是对上帝伫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应允吼。上帝以色列百姓领受10诫了后，就是颁布10条诫。摩西去到西奈山领受这10条诫，然后因开始要往迦南地进行的进程。上帝甲因应允一个真水的画面真水的图画，就是要应允因到
应允的地就是迦南地、老李甲老米的地，有甚物款的情况是世间人感觉上水的境界，拢伫这个所在写入去。第一，上帝应允以色列百姓讲，要进入的土地有山有谷，也有河水的滋润啦吼。大古的圣经是讲，承接的地是有山有山谷，阁有河水润泽的土地，滋润润泽。咱知影这个大自然这就是一个真，咱讲四季安尼真调和有山有谷有河水这是土地生产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第二，上主应允讲，恁的上帝对年头到年尾，规年通天，岁首到年终，拢要看顾这片土地。咱知影台湾伫2004年，今年风台特别多，真侪做失人，真侪栽果子的咱的同胞，哇，拢带咧等，因为风无调雨无顺的时阵，你较够静，风一个来，果子若落，也是风伤早来，也是伤晚冷，伤早冷，拢袂使。所以今年有人讲迄个蜜较出较少，因为今年的天气怪怪。所以上帝讲要看顾这片土地的意思，就是要互这个大自然非常的顺序调和，互伊会当照时阵照时节伫遐来生产，果子也好，稻麦也是所有的五谷菜色，拢会当安尼真正顺序来成长，有好的收成。然后上帝阁应允讲，上主会按时，互恁春霖秋雨，互恁春霖秋雨。这嘛是一个时节的一个应允啦，阁讲安尼阁讲，互恁通收成五谷、新酒，阁橄榄油，也是讲新的油。这就是伊进入到一个受祝福的土地，润泽的土地，上帝看顾的土地，伊后来就自然，伊会有春雨有秋雨啦，咱的第一任的牧师王牧师伊的亲情开一间公司，号名叫做秋雨，唔知捌听过无咱台湾足出名的一间印刷公司，叫做秋雨印刷秋雨就是用这个名来号啦。上帝供应你春雨，嘛供应秋雨，拢有方便有利益伫这五谷菜色的收成。新酒就是表示这个果子是葡萄拢收成真多，橄榄嘛结籽足多，所以会当刻遐个橄榄油。这是当然是几啊千年前迄款时代的祝福。事实你若甲伊应变应允，嘛会使讲是要互你伫你的事业、工作、生活这场的顶面丰丰富富。虽然咱无阁劳产种作咱无阁伫遐栽培果子咱无伫遐来种五谷，无伫遐来刻新酒，无伫遐刻橄榄油，但是上帝就是用种种的祝福要临到伫你，这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要入去迦南地的应允啦最后一项，伊讲上主要供应精生的草料啦。有动物有精生，爱有草。伊讲要互这个田野来发草，饲精生，互恁得到饱足，就是衣食拢无欠过。但是即话咱这是世间人一个上基本的需要，因为上帝应允互以色列百姓，咱若是人类，咱拢需要，咱拢爱得到，咱要仰望丰盛啦，无人讲这个我无需要，我唔免，因为咱属肉体的人就是属于这款的需要。丰盛是咱上帝应允，但是伫这话语的中间有几项提醒
有几项的这个要求，就是上帝来宣示迄个要得恩典的条件。你讲要得，是安怎？你有得，你无得？你要入去迦南地是安怎？安尼就是空空白白就要互你，你都要有一个条件，你有一个安尼得恩典的道路祝福。下面是这经节所互咱的学习啦吼。第一，伊讲你都要谨慎遵行我今仔日颁布互恁的诫命，遵探主的诫命，这是第一要紧的。就要听上主恁的上帝，一心一意来侍奉伊。无偏左无偏右，无伫遐两心啦，就是尊敬上帝、敬畏上帝，这是第一项。上帝诫命，咱都有讲颁布10条诫嘛。你遵守我的诫命，我要互恁这款的祝福。上帝毋是讲人讲迄个爱的命令人，也是讲这款迄个安尼定出的规矩要人守，安尼开始有虐待狂，毋是。上帝定的这律法，其实就是要互咱人行伫一条稳当、无受伤害。会当美好生命的道路。就是人就是乱足啊，人就是有贪心啊，人就是软者啊，人是迄个有罪的这个个体啊，所以常常会无爱守、唔愿守、袂晓守，佫唔知影通守。所以上帝意思讲，恁若安尼行。就亲像火车有一条轨道，互你走，你当真顺遂到伫你要去的所在。真侪人会误会讲上帝安尼好像虐待狂定，要甲咱要求啥应有啥。事实是上帝按照咱人的生命的本质，按照咱人迄个罪性的理解，就好亲像咱的医师要求一个病人讲，你都要安尼复健。你都要按你来食药啊！你都要按你来调整你的生活，你的身躯才会健康。就亲像一个教练知影这个囡仔，这个运动员，伊都要什么款的调整，伊要有什么款的重训，伊要什么款的肌肉的这个调整，也是讲伊的这个运动的方法要调整。你欢喜军队我甲你做的，你毋才会当提升你的能力。这拢是上帝会听。所发布的，毋是伊条工爱甲咱安尼真侪麻烦就对啦。所以你爱遵守诫命，你就会得到这个恩典。第二，真重要提醒讲，毋通受诱惑来背离上主。意思讲看到其他遐假神遐神明用一大堆有诶无诶甲你骗安尼。逐项好康的拢要互你啦你就偏离上帝去拜别的神明。事实兄弟姊妹，咱最近台湾迄诈骗实是安尼，有啥讲无孔不入就对啦逐个人捧钱啦捧安尼几10万安尼，迄欠长内度都毋知影哪欠的毋甘食伤好，毋甘穿伤，毋过叫人叫你去寄钱，欢喜甲寄，是安怎会安尼呢？就是要拜别的神明，对毋对？贪心嘛，贪心的神你就来所以你就无任何的迄个主动拢想要去啦。人甲你银行的咱遮的职员甲你提醒伊讲，你莫甲我管咱陈佑长老的新妇伫银行咧上班，伊讲足侪迄种防止诈骗的足趣味的故事就对啦。咱甲讲伊都毋信，讲你甲我迄钱我的，你甲我插遐济要创啥呢？这就亲像人去拜别的神明，离开上主讲意思。这上帝提醒咱，因为假神常常用迄个骗术、用话术、用伪术用真多迄个无影无迹的应允要互你，叫你都爱对伊。第三，
甚至上帝要求这以色列百姓爱做实际遵守命令的动作哦。伊讲爱记牢这诫命，刻伫心，甲这诫命安那，绑伫你的手，滴伫额头。哇，这是第18节，咱今日读无到遐吼。啊，这个物件吼，毋那是讲你爱记哦，伊讲你都爱绑伫手里，滴伫额头里，来提醒你。啊，这是以色列百姓后来因加做一个民族的一个定习惯就对啦，因的习惯。啊，那到今仔日吼，到今仔日2024年吼，佫真侪犹太人，特别因遵守传统的这个犹太教的信仰的人，伊嘛是安尼装他，你敢知？伊讲上帝讲你都爱绑手嘛，你都爱叫滴伫额头嘛。啊，虽然伊讲这是一个象征，啊，毋过以色列人讲，你安怎写我就安尼做，伊就真正安尼做。这是一个以色列的军人，你看，伊头壳顶有一个亲像咧探照灯安尼有无？迄个毋是呢，迄是一个小小的经文的刻啊，经文盒啦。啊，另外伊手绑遮侪大吼，毋是讲现在时髦吼，绑迄手啊，要互人看，像来插，即马足侪少年人拢爱刺青安尼吼，伊毋是，伊是绑，啊，逐日拢安尼呢。啊，佫有真侪遐犹太的拉比吼，哇，因佫较严格，头壳顶一定要戴一顶，即嘛像安尼一顶皮帽啊，吼，一顶细帽啊，啊，迄都也袂遮风，也袂遮雨，啊，是咱戴一顶安尼吼，啊，这就是因照圣经的话，伫遐要遵守，到今仔日了，有真侪犹太人安尼做，啊，佫来，伊讲。爱甲这诫命教你的囝儿，爱教，父母爱教，毋是叫老师教，爱父母教家己的囝儿啦。所以吼，若用今日话来讲吼，咱逐个兄弟伫你的厝，你拢爱认真教你的囝儿、查某囝，你爱教你的孙，互伊明白上帝的真理，毋是甲责任撒互咱的。老师啦，吼，老师吼，一礼拜较加嘛是甲这囡仔斗阵1点外钟，哪会教会了？是你逐日的生活，逐日的家庭，用主的话来教导因，而且吼，毋若教导啊吼，爱甲这诫命写伫厝里的门框甲大门啦。这主的话吼，毋是干那爱我来教咱这囡仔，佮搭伫迄个大门顶悬。最近咱台南中会呢，有特别邀请到一位教授哈，这个刘慈惠教授，伊要来分享，伊伫较早是新竹的一个，等于较早新竹的师范大学，咧做儿童教育的专家啦，等于退休，到各地去咧宣讲。咱教会也是家庭安怎？来教导咱的囝儿明白上帝的话较真理，因为迄就是要互因来领受上帝迄个春雨秋雨，也是春霖秋雨即款的祝福的一个根基甲关键。咱明年新春过，若有即款的活动，咱会甲咱的会友广播吼，广告。希望大家做伙来领受，做来听。听讲要伫后甲教会来举办啦吼，一个地区性的联合。伊讲要教你的囝，而且吼，为着要互你毋通袂记哩，就是除了咱拄啊讲头壳遐，放即个经盒起啊，佮绑迄个大，而且伫你的厝嘛，共款来放一个这。到今日你若去以色列参观吼，真侪信犹太教的即个家庭，因拢有即款的装饰吼。看起来无介明显哦，毋过就是有哦，像安尼，迄叫做门框的经文夹，门框的一个刻啊，安尼，内底一根像咱较早卷轴安尼啦吼。这是真正伫厝里的大门做的，你看，伊拢做变的，互你钉伫你的厝的大门顶，也是门框的顶面吼，像即款的。安尼什么？毋是一个做样子的，你入门就是看到这。你就是提醒上帝应允，
你要得到祝福无？你有安尼做无？你有安尼遵守无？你有安尼来明白上帝诫命无？啊，这是上帝应允互以色列百姓一个真重要、真重要的一个原则啦，啊，当伫这段经文的尾啊，26节到28节，上帝足清楚讲上帝足清楚讲，你要得到祝福，还是要领受咒诅，真清楚，就是一翻两瞪眼的对啊，清楚一边一边。伊讲百姓若遵行上帝一切诫命，就蒙祝福；啊，假使若唔遵行，反倒去拜无人物的神明，就受咒诅。所以包括以色列百姓因对信仰遐尼啊坚持，当然咱嘛知影，伫以色列历史中间，通常受害、受艰苦、拄着灾难的，拢是去拜别的神明啊，去拜巴力啦啊去拜迦南地区遐个假神啦，上帝就刑罚。迄足明显的，迄是上帝将以色列百姓的经历的故事，伫互咱一个镜，互咱看。啊，你是要得到福气，还是要拄着灾难？甚至以色列百姓因为无遵循上帝的教示，亡国亡国2000年，迄实在是互咱感觉讲哇，若毋是上帝怜悯这个民族老早就消失去啊，哪有可能今仔日阁会伫这个迦南地遐来建功呢？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用上帝祝福应允以色列百姓的话。今仔咱2004年的年尾，咱大家做伙伫主的面前，甲主求祷讲：对年头到年尾，对规年烫天，岁首到年终，咱要得到即款的祝福甲恩典。咱伫主的圣会，大家做伙敬拜上帝，三甲三亲三疼，大家互相勉励。咱毋只干那是讲要。安尼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咱同款嘛要得到一个丰盛受祝福的生活，因为这是上帝明明甲咱讲的。啊，这春林秋雨的祝福，望会当临到伫咱。咱若是讲小可来回顾过去这一年我感觉若用教会啦我也望讲兄弟姊妹，你伫这几日中间，伫新年元旦的时阵，你甲写了几项？讲上帝，你伫2004年，你互我甚物款恩典，我要感恩。是毋是有人拄着困难有拄着侪的挫折甲失败，你嘛爱感恩，讲这，互你得到甚物款的教导就对啦，得到甚物款的学习。信心嘛是一种学习当你用感恩的心到主面前的时阵，上帝知影你这款受教的心，伊就要将新的一年的恩典互你。若是用咱教会，我感觉有即几项真大。会祝福甲恩典，头一项是教会咱对年头到年尾，逐项的事工拢足顺序啦，足顺序来推动。因为咱大家团队、大家小组、大家牧区，也是遮个中级同工兄弟，大家拢足尽心，互事工真顺序。咱伫顶半年举办的即个文道学校的培育嘛，足侪兄弟报名来参加。但新年1月特别佫开始新的一期的文道学校啊，第三写毋对，第7期的幸福小组嘛真顺利完成。咱呾进前伫洗礼有30位兄弟受洗。第4项是咱教会推动读圣经、背圣经、抄圣经，嘛有真侪好的修成。特别咱伫这几工接到真好的即个好消息，就是讲。咱进前到8、9月，是毋是咱有参加公布社举办举办即个抄诗篇？啊，咱就是讲哇，去年咱抄今年1本就不得了啊！咱嘛足侪人参加，啊，毋过即边是3倍呢要抄诗篇，毋知有人要参加无？哇，一个讲落去啊，各小组大家小少小少我知影，敢若有一个小组3人小组就10个人啊，10个人写，而且有写完成今仔日迄个参加接受的名单拢印伫咱的周报内底，拢总35个写
150篇的诗篇。啊，寄去到公报社，公报社惊一条，讲哇，啊，恁富强教会共占一半啦，因啊收到60个尔，啊，咱共占35个，超过一半。啊，所以因呢，啊，咱即个公报社的记者就足好奇来问讲，啊，咱是安怎会当完成？啊，我有甲伊回应，我讲，毋是咱为着要追求讲啊有得到奖啦吼，啊，写完的人是偌高偌厉害，毋是，阮是讲。平常时咱就咧鼓励兄弟姊妹，用读圣经、背圣经、抄圣经来甲主亲近，来灵修。这灵修是基本的，啊，然后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展现吼，有的背金句，啊，有的抄圣经，有的来读一年的圣经。啊，所以因就抽奖，哈，咱楼骹一楼打这个得奖名单哦，吼，35位以外，咱有3、4位兄弟抽奖。啊，咱来讲后礼拜若摕礼物来，咱再来颁奖就对。啊，咱教会因为占一半吼，嘛抽到2个大奖，就是讲咱的教会奖安尼。啊，这是拢，互咱看见真侪兄弟，伊愿意配合教会的事工，啊，逐日抄圣经来经历上帝的疼。啊，咱嘛要感谢主呢。咱教会吼，咱的志强长老讲，咱今年。咱总经费吼会超过2000万，2000万什么数字你敢知影？有一个，咱你刚咧开讲有个牧师有个兄弟咧讲，咱的教会一个月经费的收支吼，就是咱有一寡较细间的教会1年的收支，咱一个月会当抵别个教会细间教会1年的收支，因为有的较弱小的教会，人较少的教会，因一个月才会当，嘛1年才会当收百通万，但咱一个月就甲完成。这是每一个兄弟姊妹领受祝福的证据。咱为着家己拍拍者好无？感谢主。因为兄弟姊妹受祝福，你才有这个气力通做奉献。毋是咱比人较高，是你，咱要亲自对遮经历到上帝恩典。是真正实践伫你的生活中间。无人讲啊，无钱借钱来咧奉献啦，可能加减有要去礼拜堂有啦，但是你就是有迄个气力，你才有迄个心通做奉献，也是讲你有迄个感动才会当做奉献。啊，咱明子明年，牧师也要邀请咱大家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2025年释教是咱49周年啊，49年啊。咱经过1年的筹备，50几年的庆典，对明年开始就实际咧叮当啊吼，就咧热身啊就对啦吼。啊有真侪事工开始咧推展，硬体的改造，也是咱团队的这自救，以及各种事工的分享，拢开始咧进行。我真希望咱要迎这50几年，啊嘛是明年一个。对上帝领受的祝福，就是咱真正照圣经所甲咱应允的，我要遵守主的诫命，要领受上帝的教示甲旨意，啊无偏左无偏右，所以真期待咱所有的富强人，咱大家拢欢喜接受装备。有甚物款的造就的课程，有甚物款的查经的课程，有甚物款抄圣经也是读圣经的课程，你毋通想是讲，哎呀，我无用啦。啊！我无开力啦，我无够啊！我有听到咱这35个抄圣经的这兄弟，因咧做见证，因拢是吼，伫职场上咧无闲做工课，毋是用。那讲退休吼，我有足侪时间咯，因就是分别做成就对啦。甲这段时间吼，我爱做10项代志，拢爱需要我去做，但是我就是第一项先做甲做亲近的事，迄是你的选择嘛。但是当你把时间排出来，上帝就互你后壁顺遂啦。你可能原来这个代志爱开偌侪时间，上帝讲好，你尊重我，我就互你后壁代志顺遂。其实时间无加较侪，因为这是上帝一个法则了，对吧？应允的法则。所以我真期待，咱要迎这50几年，毋是一个空一个闹热庆祝那点，是因为咱逐个人拢受装备，真做更较上帝耶稣基督的精兵。大家人拢会传福音，大家人拢有咧灵修，大家人咧参加聚会，大家参加小组，
大家人做伙，互这富强教会迄个能量搁较大。这是咱要领受祝福一个足重要的根基啦。啊，所以伫2025年，牧师也要透过这个长老甲加油祝福的3项，啊，甲咱三甲分享，咱拢蒙受这个3重的祝福。咱要领受这个祝福，有几项的提醒，就是每一个富强人，咱对上帝来追求、敲找新年的恩典，甲适合应允。第一，咱爱搁一遍确认，咱是上帝的囝。你若无这个确认，你就想讲啊，这个甲我有无关系啦？啊是讲我都唔免对啦，因为你是上帝的囝子。咱会记得旧年啊，今年的后半年，咱有几啊遍的讲到迄个思想，得到福气的思想，迄个观念有正确。啊，所以当你确认咱是上帝囝子的时阵，你就知影我是当做互后嗣，咱承受这个恩典甲祝福。甲咱主耶稣基督当做后嗣，这是咱圣经的应允啊！啊，所以咱确信望是对咱的思想所来。当你有这款的观念甲确信的时阵，你就去掉，毋是对环境来。箴言第4章23，咱足爱读的圣经就係講，你要保守你的心，贏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對心發出。你的心若正，你對上帝的應允若去掉，你照上帝誡命若固守，你的果效就出来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大家来看見聖經這記載，咱確信上帝的兒女，唔是講我佇天的福氣，這本來就應允啊！你佇地面上現時現地，當你照上帝的旨意甲教示來行的時陣，你也要同款佇地面上蒙受豐盛蒙福的生活，這才是基督徒一個上大的祝福。昨甲咱這個影音團隊咧食飯的時陣，啊，咱有執事同工咧分享講牧師啊，我真正感覺足清楚呢。咱台灣160週年吼，啊，這個歷史中間吼，阮有看見真多早期信主的人，早期信主的人，伊也毋是講什麼款社會地位偌懸啊，伊就是人講凡夫走卒嘛。甚至是羅漢腳安尼，但是因為接受這個福音吼，伊的囝兒孫攏受祝福。若是伊整個的教育攏提升，伊的囝兒孫佇社會攏真做足有影響力。若要講是種足成功的人，啊，是哪有信主甲無信主差遐尼濟，是因為上帝應允本來就佇遐。這毋是空嘴部，這是。包括咱在座兄弟姊妹，你拢會感受到敬畏上帝、順服的主、熱心服侍的人，上帝就無看輕，上帝就應允。亞當夏娃當伊受造了後，上帝就伫這個經節內底應允。伊講上帝賜福音對因講，要生炭加天最多，充滿全地，佮治理全地，嘛着管理海裡的魚、天裡的鳥，佮地上所有的。震動的生物，意思講，這個祝福是上帝本來就應允的。兄弟姊妹，咱兄弟姊妹，特別是在座的少年人，咱愛有一個真清楚的信仰的態度。第一，就是真濟時陣有人講啊，恁這來教會人哦，攏讀歹去啊，像咧模灰安尼啦吼，迄老人才有需要的，迄實是大錯特錯。大錯特錯，唔是來洗腦啦，唔是啦，無遐夠啊，是因為咱要來敲找迄個應允、受豐盛的生活、受祝福的規律。啊，所以信仰唔是一個神學概念吼，啊，安尼迄倫理、論迄個神學的理論，唔是。毋是腦筋的遊戲，毋是抽象的名詞，是真真正正佇咱的生活中發生的這信仰。這也是為何咱久也就舉辦一個見證會，對吧？咱的兄弟起來見證，講伊安怎得到應允？伊敢是編的故事，敢是家己編的？無啦，伊就是謙卑甲主求討啊！啊，所以這個信仰。愈需要拍拼，愈需要伫社會精進的青年，咱愈需要，敢毋是？
啊，咱退休啊，咱就安稳过日就好啊。所以愈少年的人愈需要，毋是老人，嘛毋是魔鬼，毋是。第三，咱看去圣经，凡有受祝福的，拢是伫地上丰盛啦。有人甲误会讲啊，这是毋是成功神学吼？啊，基督徒伫圣经对头到尾全本所写的，就是讲。啊！你若遵趁诫命，啊，照我的意思行，你就要伫地面上丰盛，你的子孙多多。啊，想讲这是咧讲假的啊？毋是啊！上帝应允就是安尼啊！你伫地面上经历着丰盛，你毋则讲啊，你去天顶更较丰富啊！啊，若无吼，伫地面上，逐项拢袂顺吼。啊，你讲这上帝应允是真诶假的，你就会怀疑嘛。啊，所以咱看去圣经内面对亚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大卫、所罗门者的，因受祝福，拢是伫地面上就领受即款的祝福啊。兄弟姊妹，咱最后要领受，共款享受到即个约翰长老对加油的3项祝福，这是真宝贵的吼。就像即个雅比书的祝福嘛是共款，的祈祷嘛是共款。伊讲：亲爱朋友，我祝你啥？事事顺利，我祝你身体健康。我祝你呀，亲像你的灵性健壮一样。啊，这有人甲称呼做3重的祝福，啊，有人甲讲这是3拍子的祝福啦。啊，你要得到这款的祝福，有一个程序哦，吼。后来咱教会啊，经过遮久吼，大家该衍生啦，吼，衍生一个标语叫做3步5祝福，3步5祝福。意思你有成这3步，就要领受后壁才会祝福。3步是啥物呢？咱就是要用上帝的能力来接触人，来关怀人3个步调。第一，大有能力的祈祷，你爱有祈祷的生活，你爱为着人祈祷，为着国家社会来祈祷。第二，你大有能力的关怀，迄个关怀是引带人信主上重要的一个关键。你人甲人无交插，突然讲你来信耶稣真好，人讲你若无去插我，你哪会讲耶稣偌好？你的听是互人感动的第一要素。第三就是大有能力的福音行动，意思是咱要领受这祝福，咱大生有这款的行动，祈祷、关怀、甲福音的行动。然后原来3个祝福甲分较幼啦，用现代生活咱的需要吼。啊，这是对英文的祝福 bless，B-L-E-S-S 5字字母落去贴的吼。第一就是 body， 就是身体健康；第二是 labor， 就是讲工作甲事业的兴盛；第三是 emotional， 就是心灵的喜乐；第四是 social， 就是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真美善；第五是 spiritual， 就是你的灵命成熟健壮。像这5项祝福，你若去甲所有人讲，这5项你敢爱？你敢有需要？人也甲你讲我无需要，我想迄是，若毋是甲你抬杠吼，啊，就是雕工要压你啦，迄是真正，咱逐人都需要。所以，咱印尼周报内底拢有印这5项，讲兄弟姊妹，常常用这5项祝福别人，写批也是写来吼，也是讲你为着家内人，为着家己祝福这5项，就是身体勇健，工作事业的兴盛，心灵的喜乐。人际关系的美善，啊，佮灵命成熟的健壮，啊，这5项伫周报内底拢有。我希望这3步佮5祝福，是真侪咱富强人2025年一个标志，一个咱经历着较丰盛祝福的一个代表。真期待咱全体富强人，咱看见上帝的提醒应允，就是。你愿意遵守主的话，所以教会大家研讨足多的活动，研讨足多的事工，啊，毋是讲为着要把这个节目表排好满，是为着咱大家拢要追找这个上帝应允甲祝福迄个轨道互出来，啊，然后真期待咱兄弟姊妹袂有啥物款的家己讲啊，这我有我家己的想法啦，我甲你无共款，因为一个教会同心合意做伙做工，这上帝。上欢喜、上安尼、上水的应允，要伫咱中间。期待咱，因为咱遵守主的话，咱对2025年，搁2、3天了后，
对年头到年尾，对规年冬天，咱拢领受这款祝福甲恩典，然后咱用着真水真水对上帝来的应允，咱欢喜快乐，要迎接2025年。啊，就是2026年，是咱的52年，真紧就到。咱进前才咧讲啦，定啊，搁1年就到啊。愿主亲自将这款的祝福，春林秋雨的祝福，逐项恩典听通伫咱中间，因为咱有欢喜尊谈主的话，照主的教示来行。下面咱要做一个祈祷，然后要准备来为着咱在有需要的兄弟来做异地的祈祷甲祝福。咱大声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早前伫颁布10条诫的时阵，就对百姓来应允。我要入去承接的地是有山有谷，阁有雨水润泽的土地，是上帝规年冬天咧照顾，目睭常常看顾的土地，是阮领受到春林秋雨，互五谷收成、新酒甲新油的美好应允。总是阮都要谦卑遵守主你的教示，照主你的话来行，顺服你上帝你的呼召，毋是用人的办法、人的聪明甲骄傲，甲上帝来对决。主啊，阮实在是真软弱，知影阮有时目睭看无清，阮的思想无真清楚，致使阮照家己的肉体的意思去行，却离开你的道路。拜上帝，愿阮所有富强人，大家因为更较爱读圣经、抄圣经，更较认捌上帝你，也通过抄圣经经历了上帝你无限的恩典甲祝福，最最的见证伫阮的中间咧发生。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真做富强人，是因为阮欢喜遵守，欢喜来执行，要行向上帝祝福的道路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感谢主，我下面也要为着所有有需要的兄弟来代祷，求你亲自甲阮同在，圣神应允伫阮伫面前，伫你面前所有的恳求。感恩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